大家好，澳門市卓浩街市委嘅吳文新自辭去世紀娛樂國際董事會相關職務之後，再次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同埋董事會提名委員主席。世紀娛樂國際發公告表示，公司就吳文新獲委任為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同佢訂立服務協議，自今年4月15號起，為期3年，並須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並有權每月收取15000蚊嘅薪酬。公告提及，吳文新係澳門博彩界聲名顯赫嘅元老，喺貴賓、中介業務同賭場投資管理方面擁有逾40年經驗。其喺業界開放發展階段，對澳門中介代理生態系統嘅演變發揮重要作用，並同主要持份者建立長期工作關係，推動豪客博彩服務及跨境便利化安排。佢嘅參與呢，亦都促使經由中介代理進行嘅貴賓業務標準化，並且促進澳門嘅款待同埋博彩慣例喺區域市場嘅廣泛應用。關注澳門事，了解身邊事。多謝收睇，拜拜。